大家好，歡迎返嚟信仰不離地。我係 Samuel。喺琴日嘅分享，我哋睇見咗真僕人喺行為上嘅4大特質，但要長期維持呢啲行為而唔感到疲憊，我哋需要更深層嘅動力，咁就係僕人嘅心智。服侍唔係只係你所做嘅事，更係你點樣思考。今日我哋要探討點樣重塑我哋嘅思維模式。標竿人生第34日嘅主題係僕人嘅心智。聖經勉勵我哋要以基督耶穌嘅心為心。僕人嘅心智並非天生嘅，而係一種選擇，需要我哋不斷喺以下4個角度上更新我哋嘅思考方式。第一，僕人要多為別人設想而少顧自己嘅需要。呢個並非指自卑或者輕視自己，而係捨己行為。真正嘅僕人唔會將時間花喺關注自己嘅權利或者地位上，就如聖經記載，耶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嘅形象。當你唔再凡事問咁樣做對自己有咩好處為出發點，而係問自己咁樣做對他人有咩幫助時，你就擁有咗僕人嘅心智。呢種思維嘅轉移會讓你從服侍嘅重擔中釋放出嚟，獲得真正嘅自由。第二，僕人嘅思想應像管家，而唔係像主人。僕人明白生命中嘅一切金錢、才幹、時間與機會，全都係神暫時託付嘅資產。主人會為咗保護自己嘅利益而爭競，但係管家只係諗住點樣忠心咁運用資源嚟達成主人嘅目標。當你意識到自己並唔擁有任何嘢嘅時候，你就唔會因為失去而痛苦，亦都唔會因為擁有而驕傲。呢種管家心態係維持服侍熱誠與純潔動機嘅關鍵。第三，僕人要專注自己嘅工作，而非睇人哋嘅表現。僕人嘅心智冇比較嘅空間。喺神嘅國度裏邊，服侍唔係一場競賽。當我哋開始觀察人哋做得好唔好，或者係抱怨人哋點解唔做嘅時候，我哋就失去咗僕人嘅心智。真僕人會專注於神俾自己嘅嗰份託付，並為同工嘅成就感到由衷嘅喜悅。佢哋明白每個人都要向神單獨交賬，而唔係向他人交代。第四，僕人嘅身份奠基於基督，呢個係服侍最穩固嘅根基。好多人嘅服侍係為咗尋求別人嘅認可，或者填補內心嘅空虛，但咁樣會讓服侍變得功利且脆弱。真僕人知道自己係被神深愛嘅，係尊貴嘅，因此佢哋唔需要透過服侍嚟證明自己嘅價值。正因為喺基督裏面有絕對嘅安全感，佢哋先至敢於放下身段去做最低微嘅工作，而不必擔心俾人輕看。深度分析呢份僕人嘅心智，我哋會睇見呢個係一種屬靈嘅成熟。佢要求我哋從幼稚嘅索取者轉化為大方嘅給予者。當你嘅思維模式從世界點樣服侍我轉變為我點樣服侍神時，你就真正踏上咗標竿人生嘅坦途。朋友，你係咪正因為服侍而感到精疲力竭？或許係因為你正喺度以主人嘅心態承擔僕人嘅工作。請返到基督嗰度，重新校正你嘅心智。如果你渴望擁有呢份好似基督一樣既堅韌又溫柔嘅僕人心智，呢一切嘅起點在於全然信靠嗰位為咗服侍你而捨命嘅主。如果你願意，請同我一齊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呼召我進入呢份神聖嘅服侍。我承認我常喺服侍中尋求自我，亦都常喺比較中迷失咗動機。今日我願意重新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嘅主。求聖靈更新我嘅心思意念，俾我學會少顧念自己嘅事，多為他人設想，俾我學會作一名忠心嘅管家。求你將我嘅身份緊緊繫於基督，俾我喺安全感中甘心服侍，喺默默無聞中依然忠心。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。當你開始像僕人一樣思考，你嘅生活將會充滿意想不到嘅滿足。感謝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。